一片心，始终不
那与别女私定情。马家是愚昧愚贫愚不明，两三辈他与母作家乃联姻。弟弟，情之意有不必多言。请听仿注。小弟下律，快在宁西篇中言，方知道应得三杯两金钱。不在西方财他不归，才待我可也贫穷归当先。如今他本知情事须马家因在不及一三天。俺见那马家人去替谁去？冤枉！一起苦谁将小弟请下律来？小弟他是怕小弟难以下律来拜见。冤枉！两三万。两人在是否你谁愿意？小太马门本府王妃不大人见了。哪里？两人在相思如故谁？表妹他的丈夫一向对不大人亲爱，不困，日来往往应来言地。两家公请用坐。你是相公，你是妹妹。两人在远道而来，亲自四望稍足片刻，当你应来才见。来，为两相公四望稍足，不得怠慢。两相公请。
息下女可相逢。是。且慢，你叫小姐先来接我。因为你是马家亲，是马家亲我马家的贼，这次三百余本位，良心不对，要律不给。因为梁山把房里来了。梁兄在哪里？梁兄在哪里？我看你外子不见得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年纪近满，同窗3岁，他远道来访我，岂苦不亲？你已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离山意愿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与父母做主。外望弟弟，你女儿长病清虚，无媒无凭，做事不对，有四目为媒，若算在为凭，于理无愧。因为你弟弟，马家来自专营私家，没有为义。两家30平安也是亲不人家。因为你放肆，弟弟，我的女你不给，不听我的。望弟弟是女儿3个母亲，此事为民在理，岂可违心？观音寺的儿媳，外女的风分，你咋做家那家有个美意？你要家马家，我在南同你。因为你他在，岂不知山中死贼，那是天经地义。你啥真迷着无着必为，不但遇着妹妹，因为离犯所不容。因为我凭在哪一件事情不依从于你，基于婚姻大事非同问题，为我已将你许配马家，是万难给。夜里与散发有700之意，就容你一切。你呀，好也相婚于他，叫他领子和女，一定有尽量相顾。因为只要女儿门面有色礼数，2年人，因为他来兼顾2年人。梁兄啊，言在云上大婚礼，是老弟不你来梦里，把有事情都是为结婚结冤冤，他现在与我与亚为压定了这次难更改，最好3倍的2言在，你从好生到谁不应该满足你为。 ，
结拜兄妹，要好好款待，才与本爷结嘛。我不回家要分家规。两兄，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与你兄弟相配，如今你这样打扮，万事陪你爷爷万事，两人都是自己。我是女把南上里的兄弟相分，事情不妨改成兄妹。爷妹两兄，这里不是讲话之词，到小妹四楼小住，此处最好，此次两兄亲，爷妹亲。